諸位法師、諸位蓮友，大家新年好。今日係新年初一，定宏喺呢度，借我老菩薩生前對我嘅3句期望嚟祝福大家。我喺2011年出家嗰陣呢，我母親喺我出家儀式上邊呢，當眾為我說出佢嘅3條希望。呢3個願望就係喺呢首偈入邊講嘅。吾宜出家3件事：一念彌陀登上品，二正本性明空有，三弘正法度有情。我呢都唔應該獨享呢3點期望，所以趁住新年初一呢個因緣，當作一份祝福，一段新年寄語，同大家一齊分享。但願我哋都能夠共同發起咁樣嘅大願。第一個就係我哋要念阿彌陀佛，至心信願，求生極樂世界，而且要誓願登上品，上品連生。點樣能夠登上品呢？觀無量壽佛經裏講嘅3輩往生啊，上面嘅3品都應當學習第一義，就係諸法實相。能夠明咗諸法實相呢個第一義，咁你將來往生呢，唔會喺中品啊、下品啊，一定係上品往生。當然唔單止要明白呢個第一義，仲要信願持名念佛，不能執理費事。所以我母親第一個願就係希望我念彌陀登上品，先要圓解第一義，再加埋老老實實念佛，理和事都不可偏廢。第二個願就係正本性明空有。本性即係我哋做人嘅自性，即係我哋嘅本心。楞嚴經入邊呢，叫佢做如來藏妙真如性。法華經叫做諸法實相。佔察經呢，叫做一實境界。華嚴經呢，就稱之為一真法界。圓覺經啊，叫做圓覺。其實不同嘅名相啊，講嘅係一樁事。嗰個本性呢，係人人都本身有嘅，就係我哋而家呢一念心嘅心性。咁能夠證到呢一念心嘅心性，亦即係證到諸法嘅法性，亦即係證到諸佛嘅佛性，就係佛嘅法身。諸佛證得了心性，所以成就咗法身。法身具足無量嘅功德，能夠於一切法而得自在，能夠成就極樂世界，能夠攝化有情，度盡法界一切眾生。咁我哋諗下，正本性到底係點樣嘅狀態？就係明空有，明白空又明白有，有就係唔空。用蕅益大師楞嚴文句嘅講法呢，就係明了如來藏空義，如來藏不空義，
和如來藏空不空義。明咗呢三義就叫明空有。空義即係話一切法冇分別相。咁不空義呢，就係話一切法嘅分別相。呢種分別相正因為佢本性係空，所以分別就即係冇分別啦。咁呢個分別嘅相係每一個法都係緣起因緣所生嘅法。你了解到佢嘅緣起，咁就係知道佢嘅不空義。了解緣起呢個假相嘅同時，亦了解到佢性空。佛講嘅一切法都離唔開性空同緣起。緣起就係性空，咁就係了解佢嘅空同有。空有本來不二，就係了解佢嘅中道義。呢一句呢，用龍樹菩薩中觀偈呢，就係四句說話。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萬法係乜？就係因緣生出嚟嘅法。我說即是空，呢個空係空義，佢冇分別相，但係佢有佢嘅假名、假相、假用，所以亦名為假名，即係假名。亦即係即嘅意思，即是空，即是假。亦名中道義，即是中。所以能夠觀到一切法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就係龍樹嘅中觀義嘅核心，亦係如來之見。呢樣就係我母親希望我今生要做到嘅第二件事。正本性明空有。第三條呢，就係廣云正法度諸有情。正法係乜？就係如來之見。法華經常講，諸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為令眾生開佛之見、示佛之見、悟佛之見、入佛之見，只為呢一樁事嚟到世間示現教化。咁我哋就要學諸佛如來，發願弘法利生。咁講咩法呢？就係講諸法實相，講如來之見，度諸有情。我哋要發大心，講到法界所有眾生，令佢哋都能夠悟入佛嘅知見，捨棄凡情。呢個凡情啊，就係分別一切法，以為佢有，唔知佢空，唔知佢就係中道，即係不生不滅嘅心性。咁而家要把呢個實相同一切眾生講清楚，就係到有情。因為能夠放低自己嗰啲分別習氣，順住如來無分別嘅智慧，呢啲就係得道，就叫做成佛。成佛只不過係將凡夫嘅知見轉做諸佛嘅知見啫。本來眾生同佛冇分別啦，
所謂心佛眾生啊，三無差別。眾生咧係我哋嘅心現出嚟嘅相，諸佛咧都係我哋嘅心現出嚟嘅相，都係一心，所以冇差別。能識自本心。五祖傳衣缽俾六祖慧能嗰陣就同佢講：你識得自己嘅本心啦，即係天人師，即係佛，自己明咗自己嘅本心，然後仲要去講道有情啊，令一切有情眾生都能明白自己嘅本心。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啊！呢個係弘忍大師講嘅。所以我哋無論修行還是弘法呢，都要圍繞呢個光。呢個係我哋自行化佢嘅光耀，就係諸法實相。咁我哋對一切眾生都要提倡修學淨土法門。點解？因為呢個係幫眾生悟入諸法實相最方便嘅法門。因此，勸導眾生信願念佛，求生極樂世界。一到極樂世界，蒙阿彌陀佛教化，就決定可以明了諸法實相，一生不退成佛。我由2011年咧出家到而家咧，已經係第15個年頭啦。諗翻起當年我老母親寫俾我嗰首出家偈子，真係好感恩，亦都好敬佩佢。喺我心入邊，我阿媽咧就係地藏王菩薩嚟到我嘅。因為我之前試過發惡夢嗰陣，啱啱升上大學，夢到俾鬼追，好驚，我就喺夢入邊念話：南無地藏王菩薩。呢個時候咧，我媽咧就把我叫醒啦。我一叫地藏王菩薩，地藏王菩薩咧就出現，將我從惡夢境界裏邊撈翻出嚟。我當時就悟咗，我母親咧就係我嘅地藏王菩薩。古人講啊，唔使去外邊揾佛菩薩，堂中自有兩尊活佛啦。一個就係父親，一個就係母親。所以我大學嗰陣做咗呢個夢，都算係一次小小嘅開悟。悟到之後呢，我對我母親呢仲算係好孝順嘅，因為我心目中呢，睇我母親呢就係地藏王菩薩。咁佢送子出家，雖然我係佢獨生子，但佢送我出家亦都冇掛礙。呢樣係一般阿媽好難做到嘅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而且寫得出呢首出家嘅偈。而家諗翻入邊原來嘅心意啊，當年呢，我確實冇辦法體會到，因為以前學得太淺。當年我母親寫嘅呢首偈啊，我理解唔到佢嘅心意。而家咧總算體會到，所以今日咧就拎出嚟同大家一齊分享。願我哋都發共同嘅志願，以此作為我哋呢一生修行嘅一個綱領。
就係第一，自己先要念佛，至心信願，求生淨土，要登上品。第二，我哋要圓解佛嘅知見，要開悟。第三，我哋應該隨緣隨力，將自己學到信解嘅諸法實相，同一切眾生分享。無論你係出家做法師，正式開講原教經典，定係你只係一個家庭主婦，但係你能夠明白諸法實相，為眾生善巧地開解，呢啲都係功德無量嘅事業。咁就喺新年第一日，我哋就用趙老菩薩佢嘅呢首偈子嚟到作為分享，亦都做新年祝福，祝福各位吉祥如意，道業早成。好多謝大家。